等于讲起来，你用到一个热染污，用一个色叫染污嘛，来滴，来个色点，是应该按毛一个。所以今日平等是法平等无过啊，你用着是法平等无过啊，这理体来受一切惩罚，来受一切惩罚。所以如是滴，平常经一句话讲，低见并低是无为本，低见无见，失去了法，是命改造。低见，不认为是低了。低见的低，即是无原本，无明原本。低见的低见不认为是低线，那你都认为低了，这个低了你都有问题啊。简单讲，你要立下一个志，因为这是用无视清净。不是用平等的理解来低人见，所以呢，低见本来是不能低见，我的之见，这个不能低见，叫做如是理如是见，啊就，所以我想过，叫做如是见，哦，无上是千里啊，有千万的难知，我今。言文的切切，我个知识。作者啊，我念这首诗，叫做哪？开但是伊唔能得成，所以你开音你是不会的第三节。哦，我今言，文的。手是这无作用的。我今日去看到这个文的手，你看到什么？我这天看到什么？我这天听到什么物件？我这天得到什么物件？伊要受什么物件？伊要坚持什么物件？所以已经头前讲出来，无上。省清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叫做平等理体。唯有这个叫做如是，唯有这个如是见、如是闻、如是听、如是修、如是习，哎呀，真正得到如来之心，啊，为什么叫得到如来之心？所以今日你得到，因为你若我嘅见闻必受持，你连做简单，但是得到什么？看到什么物件，伊在受，伊要受什么物件？头前我有表述，无上清净，你不得表出来。伊今日就是咧是无上清清微妙的部分。所以金刚经的第31分就讲，如是地，如是见，如是世界。有出来无？你金刚经的23分，伊就来讲是平等理体。但是这句话伊后壁来讲，这个叫做无上清净。但是你要无我无义无众生无受者来受这些，但是得到如是地如是见如是世界。你今日若无法度去掉我上、人无人上、无众生上、无我上，你安怎落去笑？你安落对啊？你安落我不断，你我不断，你我动，入去到所谓变定如如来的，所以这个好来，什么人？所以，那边来个变定。请从业。可能是部长啊，
祝你晚安。当然，这个金刚经来讲，咱拢知影讲伊就是一个造像。当然，为什么要造像？无非就是要回望咱本来以前出来清净爱，伊的源头土跟土的主体。那当然呢，对在咱以地修炼来讲呢，当然是爱往这个方向，要安怎会当达到明心见性，这就是咱修炼的应该就是伊的宗旨。因为伫修炼学科来讲呢，就是讲伊道理，无论咱做偌济外交讲，这拢总是作为外在的包这个嘛有叫做咧修炼。因为你有遐物件，无代表你内底是清净。那么伫道场来讲，讲是修，那有就是要安怎会当心地理，要安怎注重咱迄种清净无碍的心呢？那么照着伊洗手食饭的内底，照着咱听经论的当中呢，那么要安怎开启了咱智慧，那么将对了会在一切的点点滴滴的来改变，安尼会当到互人明心见性。所以讲咧，伫道场来讲咧，咱的宗旨当然就是一定爱清澈，要安怎讲会当内外双修，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讲咧，若是讲无慧双修，伊非来讲咧，毋是世俗咧讲的聪明，毋是讲我着爱来修慧，修慧就是代表无聪明，所以爱修聪明，其实嘛毋是嘛那么伫修慧来讲咧，应该嘛就是咧讲咱的本来迄种源头土光所的迄种慧命。安尼咧，咱才有法度达到无慧双修。无咧讲你有福报，但咱讲修福不修慧，福中嘛真多嘛。修慧不修福，慧中嘛无。当然咧，站在真正修炼来讲咧，过去诸佛菩萨修炼，毋是为了好修，是为了着生死，为了着要安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讲，互咱伫自世当中，伫咱的心上，那么咧，袂去沾染到一切，就像咱银行咧，咱点样去甲咱自己讲的，即种咧，即本内底静心平静。那么呢，或许是感觉讲，伫遮的形象当然咧，这无定定是模仿的一直来的一种的境界不一定啦因为或许是感觉讲，伫形象，是毋是讲咱同平做路扶贫济困，嘛是咧形象。但是伫即款甲伊看起，伊的形象，伫遮的形象呢，应该就是咧只讲。咱对付了着即个欲多万天法，那么呢，所修一切的即个法，清慧之善法，就敢若毋是佛法咧想的讲先修先修仙，修仙当然是好势家己的认知呢，讲敢若一般咱咧讲的，就是敢若讲好叫做好啦，扶贫济困安尼咧，安尼叫做形象，安尼叫做形象那当然是毋是安尼，或者是过去甲即摆咧，就是安尼的认知啦那么咧，伫遮咧，因按所去看到的，那这就是一切的善法是涵盖伫咱的欲多万天法当中，这就是咱成就这个菩提。迄个六度万行法，那咧这一切的这个善法，如果讲行伫这个当中咧，那唯有就是，像咱伫经典内底来讲，菩
不能有所主张，不能起心动念，就是讲不能起心动念，就是讲你袂当起了一个念，只是讲你起这个善念了后，当然你要把它忘掉，恢复你的平静。就是讲咱这黑板有用的时阵，当然爱用，无用你写黑板要做。只是你黑板写了、讲了、看了，有袂记啊擦掉了。就是讲咱起一个念，就是讲当然啊，咱以道理来讲，咱要修、未修、要行外在一切，你起了一念，当你会当随着你的行为去家己做了。当然会当归于平静，这应该就是咱伫修行学道咧所应该要来修持的即个步骤啦。当然咧，拄啊，咱老师有讲，当然要修即个境界，其实是一个真深的境界啦。这是无法个人啦，毋知咱各位浅显的。要互我相信咱大家人的意见应该是差不多啦所以讲呢，要达到某一种的境界，事实真正，毋是国父革命11届就是成功的以后到来讲的不断的革命，到即摆来革命几摆，知影但是离成功好像还很远所以讲呢，这就是。所以讲呢，伫修行学道咧，干那知影人做无够，一定爱知影人上做，敢是安尼？因为咱就是不断借着这个道理啊，像讲咱有这个天天班、体育班、兴趣班，那么呢，这就是开启咱智慧一种的因缘。咱这种就是讲，咱一定爱去自己去研究自身嘛。才会当不断的，才会当去启发。若无呢，就讲一入什么面目可憎三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讲起来嘛，足可怕的有人时啊讲无用毋是毋看，毋是无爱学。问题是伊讲无用无用一直去一直要去看些机会足少但是，当咱去家己看了解的时阵，咱也感觉讲咱攀足侪物件。为虾米？因为不断无迄种的迄个储蓄，不断的迄个力量甲迄个啥咧？迄个地位甲地势不断的提高出来。因为安尼讲，咱中观。当咱若是讲你有迄个研究咧去修，有当时咱会感觉真欢喜。敢若有所得，伊内心内底的体论，敢若足济，咱会感觉讲安尼敢若没有白过啦毋过若无时间来看，一段时间过了后呢，好像又输掉了，是不是内在的一感觉不同伫咱的脑海内底，空空洞洞。当咱智慧失去，就是夫妻三心嘛，敢是安尼？但是，当咱有智慧的时，咱夫妻的心是。所以讲呢，学习来讲呢，其实会使讲是非常嘛就是讲持续不断借着学习，当互咱一个力量甲智慧，甲咱支撑呢，敢是安尼？这是以佛法个人修道的心境有可能各位浅显大德无定定讲，恁得到了后，就能够伫迄个。十条台湾内底诚心报所，一定甲保守甲拢袂叫问题。安尼嘛无一定啦袂随便讲我即摆年纪济结果呢一段时间无学习了，应该不至于这样的这是或许个人的那一种学习的那一种境界还得不高所以或许是感觉讲伫这个。金刚经的讲不断的就是要去除咱内心的一点一滴的所谓善跟不善安尼搞法都达到清净但是所以讲呢有可能嘛是讲随着
金刚经》上课的当中，那么互咱去体认那一种的意见，然后呢，往那一个方向呢来做一个协修，安尼对于咱修德来讲，应该还是真正有所得的，以上。对金刚经的这种心得哈，欢迎读经典，一定要有耐心。经典要同时咧，一年经典就是说性命第一。那性命而且你们一定是要有咱做耐心、做静心。比较体验你的对到底是东西，所以这是重要。并静心平做简单细故的，咱就唔太多复杂。静心就是无复杂心，无复杂心啦。静心就是无污染心。咱无用污染心去做善事，那么依照咱的道理啊，用足清净的心去做善事。但讲，安尼一定切掉，所以，跟讲起，这个静心其实这个菩萨行，菩萨行，这个菩萨，后面你知影，经常听到我知道，拢是讲菩萨，所以你才来叫菩萨。那当然一定讲菩萨行，你一定要行善，你阿要有力，你要执着。你阿都好心，那你是菩萨，干所以咱今日了解到，到底佛道是讲啥物件，伊个佛经所在。所以并讲经是一份大圣经典，那大圣经典，理想，讲上伊个理想，你讲上个理想，当然实相。如果你经典的内容应该是空，你那是无空无，这不是你讲的理想。所以也是讲足济物件，讲一堆的物件，讲一堆物件，就是对你接一堆的物件。所以它是什么？我怪讲不得那个如来是，法来是叫什么？如来是。最小所以今日会当听英文经来个讲，拢就是有一分、二分、三顺五分、二正成吉，一有千万无分，所正自成吉。咱今日在咱们这叫共存一代，共存一代。无论今天听着经过经3年，你们早就对。真正，我伫边个讲经讲边个时阵，一个先迄个在冰心里，伊咧走讲你听啊，伊讲经拢讲空尔啦，讲空尔啦，你听做唔来，经讲经讲，话咧我听好咩？经讲经讲空尔，若拄着挂梁，你就袂空。你站手你个空，你就袂空，袂做啥哦，你个空。这个咱们老家是个，已经进入了，已经进入了无错。你们办法一定无一个观念走，无一个人咧走，无我上无人上，无正性上无主价上，我咧讲说对，免得听到那个。但是，迄个去强调的，我们还没正道。所以我是讲，要讲到迄个经典，咱讲。但是你真正达到我上无人上无正性上无实际上万年之过年过。这个题啊，咱大同小学生，我来讲简单。这个题要大同小学生呢，
个红炉，因为红炉是规划到几千多，内底个经过作者根本啊，咱把它消化清楚。是唔係咧？經濟，所以佢修學科雖然感覺你要學這個情況，你要修嘅這個無上正定正嘅來法，但是你唔按照唔起來，而且唔起來，咱想講食飯頭唔是食地我咧個飽，為這個開始食，只不過食我咧個飽，食個地我咧個食飽，所以不斷的。所以變啦，我這個所在，所以我想講，這個條件是點？就產生了廣播道。你如果不為他，你如果不為他注意，你今天那邊聽啊出緊的，就產生拖到啥的，都把吞落去，他們不注意。你邊拖到那啥的，你我為了你過路他，你剛剛講出去的東西。經典就是要合出去的秘訣，所以是变人的了解哦。现在就很各位的时间地方时间给我好，谢谢各位，谢谢。好，